各位朋友，大家好，同大家又 update 咧，六會五線譜，美股又創新高啦，其他股市都創新高，係香港仲未創新高，A 股反而比較勁。好嗱，標普500指數中性，市場情緒好，納斯達克指數都係中性，不過其實都破咗新高少少噶啦。所以我哋見到有時當然我自己鼓勵都係長揸好啲啦，但係我哋見到呢。其實過去嗰3年半呢，其實每年都會出現一啲時間咧，俾我哋可以比較恐慌咁樣入市。不過睇下大家個信念夠唔夠強嘅啫。好，歐洲嗱，就佢而家屬於貪婪嘅階段。台灣極度貪婪，都創咗新高。琴晚好似台灣即係喺美國上市個 ETF 都升咗3%嘅。台灣同韓國都係3-4%咁樣上嘅。日本係啦，繼續都係創新高，極度貪婪係啦。咁啦，我哋見到 A 股呢個表現呢，比恒指係好嘅。我見到呢，佢呢個嘅升幅係已經係3年半入邊個頂部㗎啦。呢個滬深300指數係啦，咁 OK 嘅，因為內地比較多一啲即係重型或者係比較硬嘅技術嘅一啲嘅公司，咁但係香港恒指上市嗰啲全部都係平台型啊，即係騰訊啊、阿里巴巴啊、美團啊、京東啊嗰啲，咁嗰啲係平台，但係佢冇啲核心科技咧研發咗出嚟，即係佢唔係好似台積電嗰啲即係佢不斷研發啲新嘅技術，但係就頭先我所講香港平台型嗰幾間大型藍籌咧就發揮唔到呢啲咁樣嘅價值啊，或者產出唔到啲價值啊，咁反而一啲咧即係半導體嗰啲新技術 AI 新技術嗰啲公司咧，反而就特別好多新股咧上市都升幾倍咁樣，咁所以都係一個啟示嚟，即係而家一個重資產、重型技術，即係硬技術嘅一個世代，就唔係話玩流量嗰啲㗎啦。好嗱，韓國都係 SK Hynix 剛剛出咗個業績啊，升咗4倍嘅，即係個盈利咁都升到好誇張下韓國。恒指都係死蛇爛鱔咁樣係啦，咁就係咯，都冇乜特別，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可能 A 股會暫時跑贏恒指嘅，咁同埋恒指嗰啲就好唔好作為個參考咧。其實可能好多公司都升得幾好，似我見到化工啊、長飛光纖啊，一啲有啲傳統工業股咧都表現得幾好嘅。咁恒指如果剔除騰訊啊、阿里巴巴啊嗰啲咧，個表現係 OK 嘅，因為啲銀行股都創咗新高嘅，中資銀行股度咁所以話去到環球嚟講都係去到貪婪啦咁樣，咁極度貪婪150都去到啦，就嚟㗎啦，咁所以就即係大家留意下啦。就當然大家可以100%重倉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去到極度貪婪或者極度恐慌咧，就可以都做少少 trading 啦。我自己覺得可以持50%起碼貨底，咁你中意去到極度貪婪沽緊啲，沽2成一半啊，咁去到即係嗰個極度恐懼，咁你可能即係你可以諗下自己 keep 幾多倉係唔喐嘅，自己攞幾多去做個 trade 嘅，咁但係如果大家不斷儲錢入去嘅，咁我覺得冇乜所謂。咁但係我哋都會面對個問題，例如可能我筆錢儲咗去過百萬、500萬，咁你跌少少，跌20%，跌100萬，你有時心痛啊嘛。咁所以有時就中意喺啲高位搞下嘢。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最少都 keep 一半貨咯。我自己覺得可能好啲嘅模式就係keep 6成貨，咁或者7成，咁剩低個3成你就自己喺度玩啦，係啦，即係用落匯五線譜都得。咁呢個我自己嘅睇法啦，係啦，大家去參考下。咁如果大家覺得今日啲內容都想我繼續做落去嘅，咁請大家咧 subscribe、share、comment、like 係啦，即係睇下係咪呢啲有冇幫到大家。如果冇嘅，咁可能我要諗下第二啲片啦，好冇？多謝各位先，好。